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选总统的政治献金案哦，佮继续传烧。早起，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林延芳是表讲，郭文地伫5月时用4300万的现金，伫立法院附近买一户办公室。伊质疑郭文地资金来源，嘛呼吁检调应该要调查。郭文地是回应强调讲，伊是用选举的补助款买，要来加做伊个人的办公室使用。大家可以看到下面。 柯文哲他现在的住家地址，跟我们刚刚所讲的新买的物件，它的誊本登记的地址一模一样。这个济南大楼买房子的人登记所有权人，也就是身份证字号 J120，就是柯文哲本人。2022年。 跟2023年要选举之前所申报财产，它也显示没有贷款，那就可以证明说，他今年5月买4300万的这一间商办，就是全额现金购买。我要问柯文哲，你的钱从哪里来？ 针对议员的质疑，郭文地早起接受访问的时，是强调讲，伊是使用选举的补助款买的。民众党是规定讲，选举的补助款1/3爱交予中央公布，2/3算是个人的。伊是参考其他总统候选人的咧，买厝是用来设个人的办公室。